凌香坛？不对吧？凌香坛醉仙楼都是女儿身，咱们今天派个男的过来。小兄弟，你的信物呢？这信物可是贵重之物，花老板怎么可能轻易离身呢？那你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？大家可不要忘了，我们凌香坛是做什么的？天下没有我们凌香坛不知道的事。易老，您科考屡试不第，为博取功名顶风作弊。你要不是被罚永不录用，也不会在我们12宫做谋士吧？真是莫名其妙。哎，易老头，此事你就不要羞于承认了。小兄弟，此事我们12宫那是众人皆知啊。那林阁主为博得楚烟姑娘的青睐，不惜跪门3日，此事又有谁知晓呢？哟，林兄啊，没想到你和楚烟姑娘还有这么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儿呢！啊，所以各位前辈，现在不会再怀疑我的身份了吧？哎，小兄弟，我可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身份啊。是啊，既然来了，你就快坐，时间耽误不得。来者何人？扶上幕僚刘业纯。启禀将军，玉大人携刘业纯大人前来。下官玉长风见过将军。刘业纯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隐瞒吗？说话！刘业纯，你这不是在帮将军，你这是在害他！够了！本帅说过，此事不是你们管的。将军，您不妨先听下官说完话，再做决定也不迟。请将军立刻杀了玉长风，要不然属下为将军做的回京之事就将功亏一篑。回京之事，将军，您难道不知道他们暗地里都干了些什么吗？刘大人，他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既然大家皆是自说自话了，那这个大司坛的位置，我看是需要点时间了。各位公主，可否听晚辈一言？哎，你一个毛孩子，知道什么？哎，小兄弟，你说。按照我们12宫的规矩，各宫公主应该轮流掌握大权，恐怕如今要轮到你们无极宫了吧？还不是因为阎王殿没有交出天机钥匙。这么说来，无极宫楚烟姐姐应该是最有资格的，这点没人反对吧？当然反对，她有什么资格？没有天机钥匙，说什么都不管用。哎，朱庸，你是不是故意为难人家楚烟姑娘？哼，我对事从不对人。我们12宫竞选大司坛，要么讲传统，要么靠实力。如此说来，实力最强者应该竞选为大司坛。如今我们庞门主冠绝12宫，所以，哎，老弟，你要说鲁班门的实力最强，把我摘星营放何处啊？大家今日不是听从庞门主的召集而来的吗？先别着急反对嘛。我们御剑团个个精兵强将，论实力的话，我们谁也不服。如此说来，我们无极宫如何不能做这大司坛呢？好，各位说的都在理。既然要争，咱们就在此争个高下。好，来，争个高下，争个高下吧。属下一直相信，您留在京中驻守，保卫京城平安，才是您的归宿。
许成风，你胡说八道！容属下冒犯，不知夫人现在何处？好啊，还得是我摘星影。好啊，不愧是阎王殿的人，不仅武功闻名天下，也真是足智多谋。三言两语就把在座的各位骗得团团转。少公主使的好手段啊！什么？阎王殿？少公主，你是月寒！好你个12宫的叛徒，还在这里装模作样，老子差点信了你的邪！哼，亏我刚才那么信你。我早就看出你不对劲儿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捆了！哎，诸位且慢，晚辈如今在各位首长心中插翅难逃，为何不听晚辈一言，再决定要杀要留？哼，盗取镇银，害我12宫兄弟死伤惨重，阎王殿背信弃义，你作何解释？自从你接管阎王殿，一直躲着我们12宫，全靠秋怡一个女人为你出面，你个贪生怕死之徒，有何脸面再次聒噪？上任大司坛的天机钥匙，自从月老公主去世之后，一直下落不明，想必一定是在你手上吧？你今天若是乖乖交出来，便留你一个全尸。要不是因为行律司，我们12宫的人怎么会落到今天的地步？你作为12宫的人，竟然还投奔了行律司，做了朝廷的走狗，这一点你作何解释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如今我们12宫被行律司绞杀，在这重压之中，在下只能冒险进入行律司查案。可是，在座的各位前辈，又做了些什么呢？诸位，听我说一句，在京城，我被那邪律司的人追捕，就是他放了我一马。他如果是邪律司的人，又岂会多此一举呢？看在他还是12宫的人的份上，大家不如冷静下来，听他一言，再做决定啊！庞门主，若真如百里摘星所言，不妨听他说一句。那你就说说吧。多谢庞门主，给晚辈这个机会。
累您了。刘月纯，既然说我阎王殿是12宫的叛徒，如果杀了我能够解各位心头之恨，晚辈也心甘情愿。但是诸位想一想，如果杀了我，就能洗清12宫的冤屈吗？就能让冤死的兄弟活过来吗？诸位说我阎王殿是12宫的叛徒，那么在座各位的门下就干干净净的吗？况且我进入刑律司就是为了彻查镇银案，现在我已经找到了证明阎王殿是清白的证据，诸位何不留晚辈一命，来一起查出这真相呢？哼，说得好听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啊？镇银和天机钥匙都拿出来！镇银案的线索，晚辈正在查证中。不交出镇银和天机钥匙，就都是狡辩，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。哼，至于这钥匙嘛，你们若是想像他这样下场，尽管上来。现在走，我还能放你们一条活路。哼，在座的各位有什么想说的，就一并说了吧。仇伯阳，你这什么意思？12宫的各位都是英雄豪杰之辈。怎能被庞门主这等目光短浅的人坑害？如果大家助我成就一番大事，到时在座的各位便是功勋之臣，想必也不用再受此等屈辱。在座的各位，如果能和夫人一同起事，保证事成之后，大家都可以封官封爵，又何必像现在一样，每天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？岳门主，你年少有为，身为阎王殿的公主，却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刑律司，还能长时间不被发现，真可谓英雄出少年。能得到夫人的赏识，在下倍感荣幸。荣幸？不，能得到阎王殿相助是我的荣幸。此话怎讲？传闻12宫阎王殿由3000死士组成，个个能以一挡十，
虽长时间分散各地，只要公主号召，便能聚集成军。有此等战力，为何不同我们一起谋划此事啊？夫人谬赞了，这只是传言罢了。哪有那么厉害？我当公主的都还不知道呢。那月公主，妾身还有一事想请教，请您赐教。是那吗？对，就是这儿。来，准备把黄金运回去。大人，快点吧，又来不及了。着什么急？我自有分寸。走，撤。带上来。我自己会走。往哪儿跑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救你的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是12宫阎王殿的公主，你非要现在问吗？他们在这儿呢，快走！
放姐饶命！找美女，美女饶命！没一句实话。有两下子。魏亮，是宇长风，宇长风和北丁帅来救我们了。大哥。万捕头，谁啊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此事说来复杂，一言难尽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不是坏人。我不管你是好是坏，事到如今，你必须说明白。宇长风，眼下万捕头身子最要紧，不得有任何耽误，赶紧护送万捕头回城医治。是，将军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救我！前面有埋伏。不用在意，随我一同前行，方可明哲保身。这，你头前带路。走，将军，将军，这边。求阁主，退下。夫人，收手吧。
相公，事到如今，叫我如何收手啊？当年我从北方嫁入南朝，本该成亲的日子，只有你没在场。我们所有人都在等你一人从战场归来。长河落日，你亲率百骑，飞马驰骋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沙场归来、神采奕奕的将军。夫人，夫妻多年，你把替百姓守护江山看得比命都重要，可朝廷辜负了你的赤子之心。若不是朕因失窃，你本应坐镇京师，当一个威震四海、万军敬仰的千古名帅。可你一心驻守北境，抵御外敌，而我却只想替你拿回你失去的东西。夫人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无论怎样，也不能杀人呐！好一个夫妻伉俪，着实令人动容啊！将军啊，将军，你包庇帅夫人杀人，勾结12宫，您说，如果这事儿要是传到京城里，那可就不是回不回京的事儿了。杜宇和，一派胡言！北狄帅，你想干什么？杜宇和，如果是我一心包庇夫人的话，你觉得你今天还能走得出去吗？我们夫妻2人叙话，何时容得你来插嘴？杜玉和，你以为你们家做的那些事情就干净吗？你老爹杜兰初一直阻止我相公回京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只有你们2个心里才明白。夫人，你怎么这么傻？这所有的……沈阳，玉大人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沈捕头还在行律司等你呢。你先回去，告诉所有行律司捕头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一律不许出城。是。
16。大哥，12宫悍匪岳仲山带领12宫众人中途拦路，悉数夺走。经刑律司调查，乃是刘侯监管不力，北定帅部下泄露信息给逆贼，让逆贼有机可乘。大哥，密档被人修改过，不是只有总捕才能修改密档吗？难道是玉长风？还有个人也行，现在掌管刑律司的杜兰初。既然这里没有答案，我们就去王宫找找。快放回去。好。走。和儿，你知道老夫今日为何召集进宫面圣吗？想必父亲是为了狐妖和金矿两案。这一次证据确凿，他难逃罪责，在京中再无人探查父亲的秘密。老夫一直反对北定帅回京，就是担心他回京查出了老夫的秘密。此次出了狐妖案，带出他北定夫人盗采金矿，真是天助我也呀！只是这北定帅戍边多年，抵御库容部有功，这要是功过相抵，怕是王上也治罪不得。和儿，你说的是啊，王上没有下旨，就是尚无定论，切勿掉以轻心呐。是父亲，您今日进宫，可得给王上说上一说。只要北定帅回不了京，父亲以后就再无威胁了。我一会儿进宫，你去迎接库容部，一定要处处小心。孩儿有一事不明，这赫连阿依虎王子，这究竟是何来头？他赫连家族是统领库容的首领，是我南朝在北疆最危险的对手。多年前，他们要挟百姓，威逼北定帅，率军突破了白荡关。好在这群北朔之人只是抢走了18县的粮食，并没有向王城进发呀。这帮乌合之众啊！是啊，和儿啊，此次赫连小王子与端纯公主和亲，关乎到我两朝是否止战，你不可大意啊。是父亲，孩儿谨记。恭迎库容部赫连阿依虎王子殿下。南朝人都不懂得下马行礼吗？向龙大哥，咦，向龙大哥，我们是来和亲的，别吓着人家。是，王子。库容王子赫连阿依虎，你们也可以叫我赫连王子。我虽然是库容人，但是自幼学习南朝文化，也想借此和亲契机，多了解南北朝的问题，化解我南北两朝矛盾，化干戈为玉帛。王子殿下果真是气度不凡呢。请吧，请。撤。哎，这南朝跟我们库容真不一样啊！哼，不过是手下败将罢了。哎，和亲之后就是一家人了，我们也要对他们客气点。哎，一会儿你陪我去逛逛这街道吧。哎，王子，还是和亲重要，你可别再乱跑。这南朝啊，向来与我们库容是刀锋相对，水火不容。你再这样乱跑，万一生出事端，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没事儿的，这从小到大有你在，我什么时候出过事儿？
见过陛下。免礼。将军，夫人一事，陛下不用在意。既然已经犯下如此大错，夫人她，朕已命人敛了尸骨。多谢陛下。既然今生不能与夫人相守，那便只有守她泉下心安了。这都怪朕呐，当时就该把你留在身边。那是臣自愿前往。多年前一战败于库容，北京的安危全系灵儿一人身上，臣有愧。10年戍边，百战之功，你做的够多的了。若是再战，又不知有多少居民百姓遭殃啊！如今，只能亏了灵儿了。希望有朝一日，公主能明白陛下的苦心。除了这个，还有更让朕烦心的事情。各地灾情不断，国库空虚，外敌又虎视眈眈，朕现在早已是寝食难安了。陛下，您还是要多保重龙体。臣此去，也是为抵御外敌，保卫边疆。陛下，丝挖金矿之事尘埃落定，矿中黄金可填补国库，各地的灾情便可迎刃而解，百姓可以安居。如果臣不能再替陛下分忧，还请陛下一定要破获此案，寻回正义。那幅图现在在哪里？臣这次前来就是与陛下商议此事。春日狩猎图自玉国璋给我就只有半幅，另外半幅不知所踪。玉国璋临终前告诉我，朕因有一部分被他私藏起来。我欲追问，玉国璋夜已身死。我想，这图里一定有线索。如今我以为陛下寻得一位解密之人，此子可以成事。图交给他了？还没有。不过臣正有此意，此人正是本案的功臣沈瑶。臣以为，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此图的重要性，但是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。哈哈，是他呀！我也早有耳闻。待我明日大殿之上，以你被贬之事掩人耳目，观其反应。若他能据理力争，保全公义，则可堪大用。若是臣走眼识错了人，还可以弥补挽救。此事宁可一试，也不可轻易放弃啊，陛下。朕因案能不能解开，全在此图之上。是。陛下，那臣就先行告退了。好吧。于大人，你听我一句，事情无需多说。下次再见到你。
微臣玉长风。沈瑶参见陛下。爱卿平身，抬头，让朕一览。二位查案有功，朕定要好好赏赐。先退下吧。谢陛下。北丁帅何在？启禀皇上，北定帅罪孽深重，万死不能谢罪，无颜面圣，故而卸甲戴罪，请皇上一览。卸甲戴罪，卸甲戴罪！传旨，北丁帅欺君罔上，私藏金矿，挟妇同谋，明知十二宫为非法之徒，还与其中匪首交往甚密，不严加惩治，不足以平朕心头之怒。陛下，微臣还请陛下三思。你这是做什么？陛下，北定帅此番虽被夫人蒙蔽，却并未与十二宫勾结。但经臣彻查此案，虽木已成舟，但北定帅已尽力弥补。若陛下定要发雷霆之怒，臣万不敢请旨结案，草草了结此事。望陛下。朕刚刚夸过你，你现在就敢忤逆朕？你是想与这逆臣同流合污吗？如果你再敢多言，就把你交于刑律司，与北定帅同罪论处。陛下，且慢。公主驾到。儿臣参见父王。端纯公主千岁金安。我是怎么回来的？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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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主。玉大人，高公公，玉大人，近来这刑律司可真闲呢，这家事琐事都由咱家来处理，这国家大事，不还等着您呢吗？哟，太医，公主的情况怎么样啊？回高公公，公主殿下并无大碍，只因失血过多，一时又受到了惊吓，所以才陷入了昏厥。臣已为公主下了对症的方子，调养2日，便无事了。无大碍就好。这公主殿下，你们可要好生看着。近来这公主天天的往宫外跑，皇上也甚是忧心。
你说对吧，玉大人？玉大人，双儿，公主，公主有何吩咐？我睡了多久啊？回公主，您从昨夜被送回来时就昏迷未醒，至今已有1日了。双儿伺候您吃些东西吧。昨夜是谁送我回来的？是玉长风玉大人。玉大哥，这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可还见别人与他一起？奴婢不知，玉大人将您送回来时，您已昏厥。奴婢们都吓坏了，都忙着照看公主，实在无暇顾及其他。那沈瑶呢？沈瑶她……不行，我得去找她。太医说公主需要进行调养。公主殿下，既有医嘱，还请好生休息吧。咱家见过公主殿下。玉长风呢？我要见他。公主千金之体，还是按照医嘱，好生休息吧。哼。高公公不在父王跟前，跑我这儿来干嘛？咱家闲来无事，自然不会来此叨扰。只不过，咱家是奉了王上的口谕而来，秉承王上懿旨，自然要替王上分忧。公主，不如接旨吧。公主多日不在宫中，王上甚是思念。此次回宫，还请公主安心静养，闲暇之余多陪在王上左右，就不要再出宫了。公主，请起吧。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知道？你告诉我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公主，恕咱家多一句嘴，都是前尘旧事，就随他去吧。公主，您是何等尊贵，千金之体，让王上如此惦记。况且，公主您的身子可不是自己个儿的，您的身子关乎着江山社稷，还是安心养病吧。你们好生伺候。外面风大，可别让公主着了凉。耍心眼掉眼泪，这些年咱家也见得多了，你们可别耍什么花招。走，关门。高公公，公主她……哎，玉大人，公主的病情全由太医照料，想必就不用玉大人操心了。另外，这定州之事刚刚了结，想着刑律司中也有很多事情要叨扰玉大人。可公主她……哎，这北定帅府之事刚刚了结，王上还等着您去禀报呢。请吧。带上来。